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，老台语，搁来我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旧历7月时啊，咱台湾民间风俗7月普渡放水灯。毋过毋知讲，你敢有发现普渡的时间，大家拢无啥相共。有的是7月初，有的是7月半，有的是7月底。啊，若有的地头，逐工拢有人伫咧占卜普渡。另外，恒春甲头城7月时啊嘛拢有唱歌，一个是伫咧7月半，一个是伫咧7月底。啊，若是讲家人放水灯的时间，就是旧历7月14，准备交主时到7月半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，老台语，搁来我大细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来看卖这礼拜，就是这中元节爱普渡啊！你敢知影这中元节有啥款传统的风俗？啊，搁有一寡禁忌，今日老台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个旧历7月哦，7月半中元节时间，就是伫这礼拜8月18。另外呢，就是伫旧历7月19、7月半这个时间。来看卖这中元节有4个上主要这个风俗。第一个就是大家拢知影，中元节爱送。爱拜拜爱普渡，这普渡的时间是伫下晡4点了后。为什么爱伫下晡4点了后？就是爱等这一条路线了后，好兄弟的比较较出现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，这普渡的时阵爱准备什么呢？爱准备这三星素果，准备这汤仔饼，啊，搁准备这金纸，甲这好兄弟做伙来分享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唱歌。唱歌呢，伫全台湾有2个县市做伙来举办。第一个就是伫宜兰，第二个就是伫恒春。宜兰举办时间伫7月底。这恒春举办伫7月半这个时阵，来看卖2个虽然有淡薄仔无共款，啊，毋过上主要目的就是爱甲人扮做甲鬼共款，来互这祖先来欢喜。另外第二个就是爱赶这好兄弟做伙来迎间，做伙转去这迎间。另外来看卖这拜拜时阵会准备真侪食的物件，这物件卖当帮助在地需要帮助的人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就是这放水灯，这放水灯啊，就是因食这水内底这亡魂替因来照路。另外传说讲啥物咧？传说讲，这水灯若是飘了愈来愈远、愈来愈紧，就会当互这拜拜的人得到更较侪这幸运。上尾一个，咱来看卖，这7月半这风俗内底，7月底爱跳这钟馗，这跳这钟馗的时阵，爱经过这好兄弟，爱赶紧转去这阴间。另外嘛，提醒民众哦，这跳钟馗的时阵，人莫伫附近爱上较边仔咧，避免互伊来闪着。另外看完这风俗了后，来看7月半嘛有一寡禁忌哦。这禁忌有啥物咧？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人有三报火。这个时阵呢，你若是黑白拍别人的肩胛头，会让别人的好运拢总落袂去。另外，第二个来看卖7月半的时阵，莫去较危险的所在来耍水。为什么咧？咱拢知影，这水的附近有真侪好兄弟会伫遐掠交替。若是伫7月半的时阵，较危险的所在耍水，就会互你是比较较无好的。另外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莫黑白乱翕相、黑白乱录影。为什么呢？就惊你翕到较无好的物件。第四来看卖，就是莫去较少去这病院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病院内底这阴气是较重的，对人的运势嘛是比较较无好。第五个来看卖，就是避免伫7月的时阵买厝，啊，搁这买车。咱拢知影，这7月的时阵有真侪好兄弟拢伫勇敢内底。若是伫7月半的时阵买厝，啊是买车，就无细时甲这好兄弟拢总带倒转去。另外下一个来看卖，下一个是啥物咧？就是莫伫7月半的时阵半暝来拍衫。为什么？咱拢知影，这好兄弟是较介意去较淡的这个所在。若是伫半暝来拍衫哦，这好兄弟就会依附伫较淡的这个衫内底，等到这衫打起了后，就会收起来，嘛对大家比较较无好。另外下一来看卖，就是莫伫半暝发出叮叮咚咚、较闹热这声。为什么好兄弟介意斗闹热？下一个是啥物咧？下一个就是莫伫厝内底来甲这雨伞来拍开，因为呢，这鬼较介意来伫雨伞内底，所以若是甲这雨伞拍开，嘛是会吸引这好兄弟做伙来过来。下一个就是衬拖，莫黑白放了遮尔整齐。为什么咧？因为咱都知影好兄弟会看这衬拖的这方向，就知影人到底伫倒位。若是这衬拖放的所在是较整齐，对大家嘛是比较较无好的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莫伫这厝内底。放这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梁啊发出这叮叮咚咚的这个声音，就甲这个西公做出这仪式叮叮咚的这个声音是共款的，嘛共款对人是比较较无好的。好，这就是伫7月半一寡传统的风俗，啊，有一寡禁忌，提供给大家做伙来参考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